各位觀眾同懶懶粉，大家好，我係阿靚，歡迎再次收睇懶懶王費新聞。未訂閱嘅朋友記得按訂閱同旁邊嘅小鐘，咁就唔會錯過我哋任何更新啦。今日同幫大家結合成一個懶人包，講下個轟動全港，牽涉成16億。超過2700個苦主嘅 JPEX 虛擬資產交易平台詐騙案，呢事案由2023年9月證監會點名警告開始，一直到琴日警方正式落案起訴16人，包括成日喺網絡平台出現嘅林作同 KOL 陳怡，真係好似一套連續劇咁，劇情峰回路轉。我哋一齊睇下成件事點樣發生。JPEX 自稱係2020年成立，面向全球嘅虛擬貨幣交易平台，佢哋嘅宣傳可以話係陣容鼎盛。佢哋話自己總部喺杜拜，又話要喺悉尼設研發總部，但杜拜虛擬資產監管局出嚟澄清，話 JPEX 根本未經冊或批准營運，然後又冒充日本公司喺香港大街小巷買廣告，自稱日本加密貨幣交易所。結果日本金融廳澄清，官方名單入面根本冇 JPEX 呢個平台，兼且聲稱同 Visa 合作出扣賬卡，最後 Visa 要發聲明否認。簡單嚟講，就係由頭到尾都係得個吹字。係2023年9月13日，香港證監會終於出聲明，點名警告 JPEX，列出6大可疑之處：一、無牌經營，聲稱持牌同正在申請牌照，但事實係從未向證監會遞交申請；二、高回報誘惑，提供不合理嘅極高回報吸引投資者；三、無法提取資產，有散戶投訴未能從平台提款，或者賬戶結餘被擅自更改；四、提供違規產品，提供唔被允許嘅虛擬資產存款、儲蓄或收益；五、虛假業務合作，宣揚已與香港上市公司合作並獲投資，但事實上合作已終止，上市公司並無投資；六、網紅與找換店誤導宣傳，網紅同場外找換店作出虛假或誤導性陳述。當證監會出聲明之後， JPEX 唔單止冇解決問題，反而仲出盡法寶鎖住用戶嘅資金。係2023年9月14日 ，JPEX 將提取虛擬貨幣嘅手續費大幅提升到999美元 T， 但係每次提款上限只得1000美元 T， 即係話你想拎返自己嘅錢，就要俾返999蚊手續費，實際只係拎得1蚊，同唔俾你提款根本冇分別。之後雖然話逐步降低手續費，但依然高達95%以上。而更可疑嘅係喺手續費高企嘅情況下， JPEX 平台有大量虛擬貨幣被轉走，總值約1.67億港元。分析指好可能係莊家自己移走資金。最後由於案件可能涉及詐騙，證監會將案件轉介警方，警方隨即展開鐵關行動，喺2023年9月18日開始拉人。第一波被捕嘅就係我哋好熟悉嘅網紅林作同陳怡。當時的林作開設林作炒幣場外找換店，曾聲稱申請做 JPEX 合夥人。證監會出警告後，林作即刻割席，話已終止同 JPEX 合作，仲去差館提供資料。結果9月18日上午佢就被捕，OTC 辦公室被搜查。林作在扣留2日1夜後獲准保釋，離開警署時已由女朋友裕美在正門聲東擊西，自己則從後門登車離開。他在22日召開記者會，交代他已退租辦公室及終止業務，並拒絕回應一次與案有關提問。而陳怡則開設了陳大怡加密貨幣找換店，而當其時證監會警告後，佢不但冇收斂，仲開直播爆粗狂鬧證監會，結果同樣被捕。之後幾個月，警方先後拘捕咗超過80人，除咗 OTC 負責人，仲有唔少 KOL 同藝人，包括幣少助手莫俊廷、歌手 DRX、KOL 朱公子、KOL 雙雙、TVB 藝人鄭俊熙、加密炮 CEO 陳小龍以及 CoinGaro 總經理趙敬賢等。過咗2年後，到咗琴日，案件有突破性發展，警方正式落案起訴16人，聽日會喺東區法院提堂。今次被檢控嘅人包括6名集團核心成員，被控串謀詐騙、洗黑錢、
妨礙司法公正，同埋違反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條例第53之條，欺詐地及或罔顧實情地誘使他人投資虛擬資產。7名場外交易所相關人士及宣傳網紅，包括林作、陳怡等，被控詐騙、洗黑錢及欺詐地及或罔顧實情地誘使他人投資虛擬資產。3名傀儡戶口持有人被控洗黑錢。警方仲透露，已經鎖定2名主腦同1名骨幹成員，但呢3個人喺警方取拘捕行動前已經潛逃海外，所以警方已經透過國際刑警發出紅色通緝令，全球追捕呢3個在逃人士。呢單案可以話係香港史上最大宗虛擬資產詐騙案之一。睇睇個數字有幾誇張，受害人超過2700人，涉款金額超過16億港元，而凍結資產約2.28億港元，包括現金、名車、銀行戶口、金條、物業同虛擬資產。點解我哋成日提林作？因為佢真係由頭到尾都好高調。佢退出保險業後，高調轉投虛擬貨幣市場，喺中環娛樂行開設林作炒幣 OTC， 又曾聲稱自己申請做 JPEX 合夥人。又話買樓套現2000萬，全身投入幣券，雖然最後被記者踢爆根本冇買樓，同時又聲稱一宗交易就賺74萬元，但當證監會出警告後，林作反而即刻割席，話自己都係受害者，又叫人唔好報警，話自己可以幫手解決，最後當然係解決唔到，自己仲要被捕， OTC 辦公室被搜查，仲搜出大量現金。琴日警方公布起訴後，仲有一段小插曲，有記者去咗林作半山寓所，佢女友喻美竟然同記者講，林作今朝去警署報到後就冇返過屋企，但竟然仲打電話返屋企交代2件事：第一，叫喻美幫手將架泊喺街嘅車駛返入停車場，經被抄牌；第二，叫喻美幫手出 post 同客戶講要改期。喻美話自己唔擔心案件，仲話林作都對案件有信心，因為佢又唔係主腦。而最搞笑係，當記者問喻美會唔會擔心林作只係宣傳都要受牽連，佢竟然反問：咁張智霖呢？成個過程真係好似睇緊一套戲咁。JPEX 究竟點樣運作個騙局？綜合嚟講有幾招：一、高息誘惑，發行自家平台幣 JPC， 聲稱質押可以有高達20厘年息，吸引追求高回報嘅投資者。二、網紅與 OTC 推廣，利用網紅同場外找換店大力宣傳，等大家覺得 JPEX 好可靠。三、操控平台幣 JPC 只係 JPEX 自己發行嘅貨幣，喺其他平台係交易唔到，所以 JPEX 可以隨意操控價格。四、最終鎖定資金，到最後就係用各種藉口同天價手續費，等用戶完全拎唔返自己嘅錢。今次案件有一個好重要嘅法律突破，就係警方首次引用2023年4月生效嘅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條例第53條去控告部分被捕人士。呢條法例講明，任何人為咗誘使其他人投資虛擬資產而作出欺詐或罔顧實情嘅失實陳述，就係犯罪，最高可以判罰款100萬港元同監禁7年。所以今次案件唔單止係一宗詐騙案，更加係香港虛擬資產監管嘅重要案例，對將來處理同類案件有好大影響。成單案而家進入咗司法程序，咁多位懶粉，你哋覺得今次被檢控嘅人最後會唔會坐監？特別係林作，你哋覺得佢嘅角色係主動參與定係純粹俾人利用？留言話我知你嘅睇法。JPEX 案可以話係俾所有投資者一個好大嘅警示：一、投資虛擬資產真係要好小心，唔好盡信網紅宣傳；二、見到低風險高回報呢啲口號就要特別警惕；三、一定要揀反受監管同持牌嘅交易平台。最後再次多謝各位懶粉嘅收看，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 我哋嘅頻道，撳埋個鐘仔，咁就唔會錯過我哋任何更新啦。下次再同大家傾過更多有趣新聞，拜拜啦。